台南市政府配合行政院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，率先上架申请，已经顺利通过审查。首先推出299方案，不论是市区公车、消防巴士，或者是 U-Bike 前30分钟，拢包含在内，大大提升台南市境内旅行的便利度。年初行政院所推出的这个交通便捷方案，鼓励大家多使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。台南市率先提出了，已经可以实际上使用，在5月31日，我们就推出299专案，299专案就可以使用台南市的市区公车，还有小黄巴士，还有我们的 U-Bike 前30分钟免费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。我相信民众如果在台南市，因为台南市的幅员辽阔，你搭乘公车随便一搭2-3趟，就可能会超过100-200块了。所以这个299专案，我相信1个月30天299，那我相信对于民众，不管是这个通勤，不管是或出游，只要在台南市境内旅行的话，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，首波开放的是大台南公车无限搭299方案，另外在7月份，还有台南市内公车加台铁无限搭399方案，以及跨境的南高屏公共运输行透透999方案等，欢迎民众多加利用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